Hello，我係 Pat。如果你問我，你開呢個頻道想做咩啊？老實講，我有好多嘢想做，有好多嘢想講。例如講呼吸啦，講身體啦，講護膚啦，講情緒，講痛症，講療愈，亦都講人生。但我講唔晒，因為太多啦。所以我想用一個個故事慢慢講，諗起一段就講一段。我經歷過人生最低谷，痛到唔知自己係邊個。有段日子，我覺得自己完全冇晒方向，仿佛生命係空白嘅。而我而家想做嘅，就係將呢啲空白嘅日子揾返嚟，一頁一頁重新寫低我真正嘅自己。我成日都同人講，唔好羨慕我，好似好堅強，好硬淨，因為我經歷過嘢，你未必想試一次。但我希望我可以成為一面鏡，等你喺我身上睇到一樣嘢。哦，原來仲有出路。我係一個平凡人，但我有一段唔平凡嘅生命旅程。我會慢慢分享，逐步同行。如果你都經歷困難、痛症、情緒低谷，我想講，你值得被聽見嘅。如果你願意坐低聽我講，我都願意真心咁聽你講。